條係東大街，你行下工廠街一小段。舊式嘅水電鋪賣水電。一直行，經過呢個銀行廣場，打橫嗰條叫望龍街過馬路。隔離呢就係盈匯大眾。地產鋪賣衫，人唔多。呢邊賣花。呢個打橫，呢個大德街，我哋講馬路，好窄嘅街。呢度有間賣餃子，賣零食嘅呢間。前面冇啦，到筲箕灣巴士站。都行到嚟呢度。